凶手的血是冷的，等你万岁！独裁者的血嘛是冷的。因为美丽岛事件，我向怪你要乌牢内底，我足惊我家己失去意志，会起笑。我是陈志雄，这是你第一届互抓入来，以后还阁有第二届。独裁者是无人性，叛乱罪是唯一死刑，我枪毙你。因用恐怖的手段来甲咱统治，为着就是要咱惊赢。啊，毋过因上惊，咱毋惊。我毋是第一个牺牲者，希望我是最后一个。台湾的海真水。